为了针对关税，美中两国伫随时日内活动的时间5月初10展开谈判，川普是讲有大进展哦。好，即马看起来是有转机，不过关税政策的冲击恐惊比转机更较快到，因为都有学者讲话啊，美国的经济面对关税战，恐惊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，这个恶性的循环，也这连带冲击到咱台湾的出口产业。经济遐关税战出现重大转机，美中关税谈判第七集，随时日电话正式展开。外媒也看到两国代表团人员进出随时上驻联合国大使馆舍附近。根据了解，美方谈判代表是财政部长贝森特，甲贸易代表格里尔。中方是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高级官员。一定是极限施压，但所谓不错的话，就是中方下跪，就这么简单。美方这一次是强硬到底。美国总统川普也伫同一日暗时发文，表示美中进行非常好的对话，协商全面中期关系。佫是伫上尾也表示摕到真大进展，双方按算伫10日继续对话。目前拢无透露谈判实际内容，啊，毋过进前，川普捌伫社群平台提出对中国扣80%关税想法。美国的要求或许需要中国把关税降到更低，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点恢复到比较正常的这个情况。那关税的税率如果超过50%，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达成。啊，毋过关税政策冲击恐惊成一步到位。全球借款投资大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最近示警，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真紧升悬，恐惊引起停滞性通膨的恶性循环。学者也分析，美国民众的超额欠钱已经伫疫情了后由正转负，家庭负债严重。那关税冲击物价搁起，恐惊影响的范围会真大。对台湾的影响就是投资可能会下降。因为未来投资主要的地方是在美国。学者示警，若美方经济陷入停滞，台湾出口商品厂商去美国投资也会受冲击，这部分都要重视。啊，不过目前根据外媒报道，川普执政团队将差不多20个合作伙伴，包含美国主要出口国，或者是确实经济体，列为初期贸易谈判重点。台湾也伫内底，各界继续关注上新的结果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